家乐诶，天主我今啊雄起了。山高上啊，爱来有汤啊。山高了啊，冲啊，心路开哟，莫冲过的心锁，老年大擂台，老年跳下来。哦，乡亲朋友啊，嘿哎呀，今年热的真的冻好，嘿哎，天公爷有行啊好，天公爷好嘿天公爷遐样的长年传医生热啦，天传热，嘿就系客家嘅太监热啦。嘿，公园高多田传热，對對對，根本嘅眼內都啊，就貼片裏邊啊嘿，啲田傳熱，嘿，嘿，咩要當精彩、當好嘅成績嘅比賽，嘿嘿，，表演哦，哎呀哎呀哎呀，呀咩啊客家嘅果樹啊，哈，嘿呀嘿呀哎呀哎呀，分量追啦，根本熱，好不好？嘿，哎呀，我們還是來個比賽一下。我比賽哦田傳熱，哎呀，本來做比賽咩？當然愛啦，分鐘撈一出係擂台吹，人嘅係要獎金哦，哎呦，獎金，好不好？哎哎呦，哎，獎金不是假的哦，嘿，哎。虛擬的而已哦，而且是真的假的哦。 3萬日元哦，獎金3萬日元哦， 3萬啊，3萬啊！嘿，啊，前面嘅排係鬧熱吹，嘿，後面嘅排係擂台吹啊！他個認真拼啊咧，哎呦呢度3萬元好冇？哎呀，哦，加油啊！加油！好了。哎呀，雖然沒那個真實的台比賽哈嘿，但是還沒有有搶到啊那評審欣賞的哦當你現場節目。夏啟貴先生、曾明珠先生、馮鳳珠先生，節目開始哈，嗯哎，我們來先找個專業的老師來示範一下。哎呦，做得冇上一堂冇，哦。哎，佢聽出愛呐，佢講係冇？專業藝比佢行啊專業。哎呦，更唔敢用講吧？唔敢講，唔敢。客家街就不用混了。對呀，這兩位真的是我們客家界的這個專業老師，正經開玩笑，摸機啊都是摸客家，講真正經的。哎呀，來，歡迎車啟貴先生，有黃鳳珠先生帶到後堂嘅歌曲。歡迎兩位先生。公主是唐殿哦，一更一點嘛來戰啊每房，後生時啊去用啊風機哦。
菜香啊如泪哟。万事尽啊，每逢在房中抓醮娘嘞。啊，每天。过来莫家花酒哦，花生酒两暗床，金盘子快溜条给新娘娘，见啊呀娘哎。掌声如雷啊！哦，正经的两位国宝级的，你看，三個嘅嘅天王天后，天唔夾唔夾，國王國后全部都嘅。那天王天后啊，國王冇強用。我那調教以後，那有辦法變國王國后，因為兩個調教張有辦法嘛。安子生，安子生，真的，你車過去欣賞，車過去欣賞，他買過名咧哦。車過去欣賞，對啊，那客家貢獻咧，真的非常非常貢獻良多，風俗欣賞咩？真的。學習啦，我改變青島嘅算係傳統嘅歌嘅，但係冇強用嘅風格啦。對，但風俗欣賞算對人家嚟講係較完備啦，healthy 啦，但是其實佢嘅 healthy 發展都相當好，對，係啊，有錢嘅總司令。雖然佢 healthy，但是我兩沙要中央戲迷嘅表演咧。哦，戲迷嘅表演，傳統嘅就係兩沙啲。本外國人看咯。本台灣人，喺啲華僑看。華僑啊，客家用錢嘅了。所以兩位做因為啲美國向下參加嘅時節，真有想出產生一種全新嘅想法嘅。因為當時啊，係同風祖姐啊，兩沙去美國表演時，咁講個兩沙人嘅默契相當好，因為對唱嘅東西默契好，所以人講，佢都講，係咪有機會引來創業嘅歌嘅，但是平常大家就無限教課，係無限教課，所以在嘅去年疫情嘅時間，都到空檔，係兩沙就抽到嚟講，來出錄看嚟，結果就。就發行兩種專輯，幾厲害嚟講，半夜就錄出嚟，一天就錄完了。太厲害了，這專家，跟四三一唔係嗱，應用版咧，跟釣魚團時間，跟3000號時間，跟下出頭錄到你慢慢就中錄出嚟啊！你是人數，你是人數，半夜就錄好，最主要咧，一我啊，係兩沙一堂檔。一堂關，因為本身係自己愛樂器啊，愛樂團所愛樂器，所以對平常也嘅班上低啊，大家都當數。嗰個話，我就事前就講好，那叫來錄，所以嗰時大家配熟了。啊，有這請教咧。謝啟國老師也是客家界的百搭王啊。百搭王，對啊，任何女生跟你都可以搭。做得，我以前對啊，同彩麗就搭過嘅咩？後上嘅羅誒，做得，係啊，安尼中生代也可以，對，太厲害了，你根本就是客家界的羅時豐嘛。咩？我比電來就好誒，全比全搭的。
百搭，这个很难得，哎呀，这个很棒，哎呀，没上到合唱，就一定要前面插奇怪欣赏，哎呀，係啊，喺一般希望有機會做得咯，奇怪欣賞叫我嚟合唱，哎，做得咯哈，你指那上又好，有機會，有機會，干嘛同佢對唱時間要足夠跟鞋，唔怕我可以蹲馬步，係嘛？還有做得冇？啊，做得，哎，做得是較多對啊，較皮合，做得，好，一種專輯真係大家多支持，一曲傳揚，一曲傳揚，係啊，全部合唱嘅歌誒，哦，你乜嘅合唱嘅歌全部都啲人多支持啦，總對，哈，安尼今日多謝兩位示範哦，安支持，對，安尼強下今日田傳人嘛，對，十個比賽，對，贏嘅話有3萬隻哦，安好，分組兩吹用，係，安尼是有唱 TV 係嚟嘅，鬧嘢吹嘅。鬧嘢吹，顧福哥，哦，因為羅時雄嘅呢，我70公演就強下全世順便演唱嘅，佢哋按節目嗬，60公歲來，而家已經80歲，哦，冇見大，按兩度，真係，來我分享顧福剛先生，係。
放心上哇呀，古泰国，讲白啊，真的。60公岁这个来节目参加比赛。20年过去，20年过去，你看还是宝刀未老，还是好嘹亮，银子没暗着，一神影就冲三国，一神影就封建本客家，本客家安尼传统安尼三太跳的歌曲。哎呦，正经的国宝白水人说啊，佳佳一参加个三国比赛，有青少咧，真少啊，金钱有金。小家参加吗？真是吼，有的去拜天天，个喊拜冇过来咧。做嘛？系啊，这样的啦，所以我必须青少。系啊，还去抢不冲抢不冲人，大概都拿第一名。系咪意思？记得吼，去庙里个投分呐，哦，要开始个三国比赛，就去报名。报名的时间，预赛，是老一个我那涂真言呐，涂真言涂真言，涂真言名我都记得啦，都没好朋友啊，冲下來，個觀眾大家評論吼，唔係辜負講第一名，是涂真言第一名啦，佢是用啥啦？哦，用啥？邊啦？結果下來吼，嘿，涂真言第一名，第一名，我負到第二名，有冇差嘢？跟住話你咯。個觀眾笑到會死啊！等我裁判冇公平啊！冇公平，冇公平。唔啱，第一名我過來，過一邊報名。結果嚇，我比賽咧嚇，我上場咧嚇，主辦單位做嚟啦講，顧先生，拜託你莫衝做嘛，奇怪咧，原來將冠軍嚇。本外人是哪去啦？啊，原來有做得呢。以前我有安個事情，沒有你兩片的係啊。那沒有你也講講，個冠軍冠亞軍嚇，我聽你嗱這哇，並非是唔會啦。安尼沒有你人冇面子，安尼是錯係嘛？啊，用就本沒有你人自家報名就好了。係啦，全部都會沒有你人自家比。頭擺可能較不發生那種事情，頭擺可能也公平的啦，也冇可能。那你全國各地的都可以比賽。呀，木子他個當當的看呢，做別的吧，個開玩笑。個做評審的壓力幾大。係啊，這個非常記得，所以我冇一兩人比賽。自家充分意。冇一比賽，但是佢勇士，安尼客家電視台鬧演大擂台，客家電視台喺開播嘅時間嗬，喺眼內沒冇來啊。對啊，都沒個主辦單位講，顧先生，你個唔來嗬，我也節目做唔下去。對啊，冇人啥做的。每當客家嘅文化傳承，一天拜託人來啊，所以見第3禮拜來啊，一起從擂台就是喊得來，喊得，傻批哦，喊得，一次就第一名，20冠啊，係啊，都錯到給他喊來，真的太厲害了，真的。你們要不要按那客家嘅鬧演大擂台一啲共用啊？係啊，一啲歷史嘅記錄動戰。真的，係啊，好，就好，再嚟傳承啦，客家文化。有機會要家進來充滿客家台。好，我相信啲觀眾朋友對你真係非常印象非常深刻。係啊，多謝你今日來到嘅節目當中咧，唱到客家堂，係啊。係啊，今日創作裡面要請評審先生嚟交流。對，請幾位先生。好，福光哥，真久冇看到哈。我2民國70年噶。就全省巡迴演唱，當時佢嘅歌手我係樂師，我係樂師，哇，所以我當初就是樣福光歌，佢當時嘅嗓真是講即台灣數一數二啊，相當洪亮嘅嗓。而家講佢第2名冇應該講佢第1名，有樣，即係經過20年來嗬，但是嗓還係相當好。人講啊，雖然我演有較大，但是佢根本就可以嘅專業。一般後生人做唔到一樣樣，實在相當不容易啦嚇，能夠維持得一樣。所以人講世界人命無通無平，三國建廠建長命。福光哥加油嚇！加油！
冲山歌一定要18年啊！哦，聽錯喎，聽錯喎，前面天空啊！哦，多謝呢，顧警長，感謝安志生，多謝，哦，請回座休息啦，安志生，好，我哋殺了呀，因為俺呀擂台，鬧嘢吹80人歲嘛，所以俺沒有邀請人擂台吹。哦，當然哦，殺下來係擂台吹嘅陳登兔帶來羅山歌。好嘞，談看啦。太树下那兄弟高乃沙那，光阴似箭，催人落难，不敌不覺啊，老人家百幾年80郎6年開始啊，來登山年來個後難，我心裏感覺啊，煩憂生
哇，登土板哦啊，哇，嘿嘿，哦，帅哥美女主持人，哇，好，哎呦，哇冇想到經過19年還做得看到人呢吼，哎呀，嘿，冇想到講吼，19年吼，嘿，還沒看到兩位主持人，嘿嘿，行起種種暗後生，哎呦，真的，尤其的幾那美女來講嘛，實在哈難得。七百見面，老了，還沒老了，哎，還沒30人這主持都要行50人的呢，哦，真勁哈，有雙億人定人講18年的嗰個節目，講到了大擂台哈，真係當大擂台就是19年前啦。19年前呢，就大擂台嘅時候哈，我出戲嘅時候嚟講，喲，你們真沒有你們慢年。哎呦呦，瘋起來，他家都認識，大家都講認識嘅東西一樣哦，我講唔係矮哦，係咪？唔承認啊！亞羅台，亞羅台，做乜樣？都講亞羅台啦樣樣，就出外家嚟講係買海鮮，哦，但講冇樣啦。超興佢公用嘅事情咧，親公用嘅。該19年前的事情，19年前的事情。係哦，對，將來就出去有上市，讀到我當多年。哎呦，唔係嘅你嘛嘅咪係自家播送自家名。紅龍紅對嘛哈。19年前的大擂台都過關。對，係。99年，民國99年是99年哦，而家12年多年，19年呢，嗰當時大擂台哈，大歌一時嚟講哈，嗰係出戲一時啦，喺那邊呀，尖沙，嗰啲原住民嘅地方，哦，先做尖沙係，喺度原住民嘅地方嚟講係，哎呀，很有意思呢。你講馬該說啊，你要講人什麼？哎呦，這個人你知道嗎？哎呦，好像臉熟嘞，臉熟，面很熟，可是火燒豬頭皮，不知道嘞。他一下一度啲在炸煮菜，炸煮菜。哎呦，好，放下幾來寫嚟講嗬，煮菜哪本事得呢？煮菜，大家都將佢看嚟，哦，我記得，他實際在打熱料打擂台的，那要大家關注啊，不然演出來咧，演出來咧。所以上天師就有一種好處啦，因為大家都會看電視，哎呀，都會認識嘅。面書。你講淡江咧講喺台灣哦，係去到台六嘅時節啦，台六係認識，係去到台六嘅梅竹，哎呦，梅竹嘅時嚟講啊，佢講哎呦，這個陳某人你不是那個樣。台灣你那個熱鬧打擂台的人嘛？哎呦，真的假的？有沒有像？這邊的朋友們有收看你的節目。哎呦，你看他們也會翻牆看我們節目。啊，傳千里，你台六年啊，一路看。哎呦，哇，太厲害！感謝，真的。人之一路看兩樣半樣，兩個好主持人。好棒哦！哎呦，也還有很多這個青島平台啊，青島的媒體全網還看得到，全世界都看得到嘅節目，都是你都奈全部都會認識。係啊，對，今邊也衝突咧，吼，咱嚟談一下欣賞啊。好，請民主欣賞，分享一下。分享哈，嚟。哦，等讀說哈，身體就按好啊哈，有按到細咧，但是呢，你嘅歌聲啊哈，還曉得講強從上做到非常嘅好，做潤潤腳非常嘅強啊哈，實在真難得。我喺識到唱按到細來，吼，我含啲含就該依啲話哈，我攞阿國講啊，實在哦，真佩服佢哦哈，所以他喺上嘅時節啦，大家可能你就老將，佢當然咧係你好。真好嘅榜樣，你也唔好有乜嘅壞習慣，唔好是人出，哦咁樣啊，是酒咁樣啊，養生之道我要做到來，讓如何保持都安好啦，哈，嘿，繼續交流，有機會再過來，好，先生，是這樣子，這老人家現在注意就要注意3樣嘛，對，就要這個吃的營養，啊，對，要注意保養，我要按樣嘅身體嚟講啊，而家好啲我嘅。內人，還不用，先內助，讓你沒有這個後顧。講哈，
晾衫唔係講按 and oil 嚟講嗬，去做模樣嘅身體。哦，真的哦，我就是當講，我今年兩公婆嚟講結婚60周年。哇，60年算什麼婚啊？金婚還是什麼？鑽石婚？不止咯，是哦，60年，哇，冇簡單。哇，恭喜恭喜！希望長命百歲啊！繼續都100年，100年好合。係啊，100年好合，真的哈。非常感謝，非常多謝，謝謝陳督導。係啊，這像真列當場哇！好嘞，這個沙下來呢？沙來下一組，我鼻毛強用嘅啦，傳統新編，還有上組嘅，然後呢吹得陳子怡帶來三個字。哦，來康應用嘅編來。風風咿喲咿呀。咁有意參加嘅田春夜比賽，三個比賽。有報過啦，就是第一次是因為颱風，然後就沒有辦。那第二次是因為疫情，對，疫情嘅關係。田毛兄我本科你跟天川是太無緣了吧？無緣呢。你看长这么小，参加乱胎啊，压个亭亭玉立。我还以为他要改编国标舞啊。哎呀，哎呀，他会啊。我弟啊，我老豆几会啊。他在舞蹈的这个造诣真的是很厉害。造诣，造诣啦。是。哦。哎呀，真的，哎呀，这是这气质不一样啊。哎，他有个少女的。少女啊，你现在感觉他有些小朋友感觉上，你现在唱歌好像比较害羞，怎么讲？对啊，因为因为三夫的关系。今天就穿这种造型就要比较那个。对啊。对。哦，嘿啊，真的。服装抽型的关系啊。还是你要唱个那个走在铁路旁，我陪着你。哇，好像青春呢，蔡幸娟。对啊，他刚刚说，他长得好像蔡幸娟，我说是啊。哎，我都不好意思讲哎，
吃到黑上的可能比玛莎，很多人都这样讲，你知道是谁是不是？哦，他搞不好蔡幸娟是谁？真的很像哎。有冲，冲狗的上线面有些有一点感，你可以朝他那个方向走。对，有去看他的影片，哦，自己也觉得蛮像的。真的哦，因为他现在已经退出了嘛，他现在做少奶奶了，对，赚很多钱了。还好你们年纪差很多，对，不然爸爸危险。对，那老天爷就会这样子，他要找一个人来补啊。对，他会找到这个不错，来，你就赶快走他那个路线。蔡幸娟的位置，哇，那也很棒哎。是啊，加油！敢有去参加个田村野比赛、山狗比赛？有报过啦，就是第一次是因为台风，然后就没有办；第二次是因为疫情。对，疫情的关系，你冇想要不播呢？你跟天川是太无缘了吧？无缘呢？因为按摩，因为这边你看也表现出很好的成绩啊，对吗？两片没走的啦，暖身一下，明年做过一参加。两眼在一边哎，所以这首歌是王凤珠老师的歌。对。哦，那你是听他的歌来练习吗？我听很多遍，然后那个转音还是很难。当然了，不会因为听一听它就变简单了。练很久，练呐，要到达王凤珠老师那个境界，真的不容易，太困难了，太困难了，真的。但是你就这样努力啊，一直练习。对啊，就可以一定可以到他那个转到像呼吸一样，就会像凤珠老师一样，从跳一跳用就行云流水啊，行云流水，那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既然唱王凤珠老师的歌，唱凤珠欣赏，然后指头分享一下来。其實做得企喺舞台上完全攞佢創特，我感覺你後生肢體啊，真勁就係你傳承的種啊。以往我特別上課嘅時候就講，你係講你唱客家歌，就嚟傳承嘅語言，係一種最好嘅方式啦，將你按細細唱到你睇啊，做得咬師啊各方面，韓國嘅專業也做得。唔過我略嘅建議咬師可能係有進步嘅空間。像佢有幾隻師上學堂也唐詩，韓國呢孫雅娘娘師還有和嘻嘻滿堂堂你應該咬師可能還愛這個練習啊，韓國你應該個不用輕鬆來唱，佢唱色彩也當好是講略學聲音來唱不用開來唱，心胸不用開來唱，唱下快樂啲咁樣嘅，不用慫來，對，好，仔細了解。好啦，那你們看一杯哈，不用輕鬆，好，不用太快的，就中人國標服了，用做得啦，加個拉丁，加拉丁都可以啊，好不好？加油，好不好？謝謝安子謝，多謝，回做消息。傳統性別的先攻，好嘞，殺下來，阮擂台組哦，係劉志豪帶來平八，同我啦。帶點烈馬來到下水面。
两位主持人吼，哎呦，莫强用哦，做到那种一百老汇用哎 ，Broadway 那种感觉哈，对，从角色哦。对，你这套衣服是跟哪一个乐队老师借的？小康老师嘛，身材比较合的，好像是。对，而且爵士乐就要搭配这种，这种风格的感觉啊。但是爵士乐，你有没有想过用亚条歌用爵士的那种感觉嘞？对，改编唱起来就动轻快。很轻快，俺迄弹到风烛情长冲的。哦，风烛情长，弹到心情就懂不用怂，心情懂快乐。爵士音乐本来就是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很松的音乐。喝杯红酒啊，叼根雪茄啊，叼根脆笛酥，脆笛酥，啊，然后就感觉就很不用怂啊，心情懂快乐啊，快乐。听那个歌的节拍，就有像个好历史歌啊。哇，我以前也唱过啊，这个把它编成这个爵士的版本，爵士的版本有。但是你就是要有点那种，我听那个节拍。阿妹，你去哪边啊？原来爵士吗？这是摇滚乐吧？摇滚啊。对，傻分不清楚啊！不过马该风格都好高啦。对呀，这是有那个味道了。对，因为参加比赛啊，天窗夜比赛哈，有吗？有哈，加参加。也是第一次碰到台风，第二次碰到疫情。对。哎呦，他黑晕啊！你都有比到是不是？200都会疫情啊！哦，200都疫情，200都疫情。那你跟他一样也是很没有缘呐。对啊，26年嘛，黑嘛。26年啊。哦。啊，跳摆有参加过吗？跳摆有啦，他有比过啦。那知道他有参加过。对，还知道那个舞台是那个感觉安用。对，来唱台来唱几个欣赏。乐歌新唱啦，就将哎呀传统的歌曲啊。拿到改编首歌改到爵士乐来，之後佢從細佢就學山歌，所以佢平板佢坦白講，從來比那個至於佢咬絲各方面就加緊張啊，至於嘅話可能要對佢咬絲就很多多去練佢啦，當然啦，因為人哋後生人講後生就要本錢，而後山歌嘅要靠人哋後生人大家來好好來發揚發揮，好，繼續加油哈！謝謝哈！肯定啊，對啊，再繼續精進，好吧？繼續這個學習，好不好？好，客家嘅傳統嘅歌曲都考驗到啦，好嘛？好，加油！加油！陳志豪，大家，好來，沙好來，沙來，我冇強用嘅主題嘅。跨界混搭，哎呦，跨什麼界？怎麼跨？傳統跨流行哦，可以用版做結合。哎呦，來彈歌啦，好，對。歡迎腦一吹劉美玲帶來《流浪》。來彈歌啦。去哪裡呀，說啊，某啊里呀家。你見每現成兩條奶後啊，18毛嘅歌詞呢，咁有特別感情也係故事弟弟會讀。好害羞。很懂其他哦。羅哥最喜歡這種。留下孤單嘅最愛，被愛跳過一個名言，這心愛離開愛傷，有一年愛會重來，流
very fair.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hing real. My life's like the purple hazel, intoxicated again, filtered by its shape.路途中不是凶一本色，本色常常给你一个。爱到你本应该上天的，上到强下的是你流浪，途中的故事错在树下，悲哀的那条白给你。流浪啊，心情梦里来等我，自己安排，自己安排的了永恒。嗓音躺一了就有睡饱，所以有睡饱哈，有睡饱。来，现在还过年期间呢。嘿，对呀，今天也没回去。对啊，今年没办法转移哈。嗯马来西亚的过年有嘛冇共用？马来西亚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过年比较热闹，很闹热的。对啊，我们的那个大街小巷会播新年歌，然后没有，我们是自己创作的。哦，自己做对，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主题。哦，正经哦。他们很奇怪，他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歌手，然后或者是唱片公司，他们就会重新录制，而且还是创作的歌曲。哦，你很厉害呢。我去录过2次啊。哦，正经哦，罗哥也有唱过新年歌。我还录过什么8大巨星，那个也是20几年，那时候你可能都还没出生呢。可能。对啊，还有我还录过我个人的。我个人的转新嘛，要讲过年的过年专辑，但只有发行在新马地区。哇，好酷！台湾我也有，后来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那张录的还不错，然后我就把它拿来，然后做成录影带，在台湾也有发行。哇，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还会有挂灯笼啊，然后红彩啊，就是家里会布置的张灯结彩，对，红红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吉利这样子，很有然后还会放气炮，氛，对，放炮，放大放鞭炮，对，台湾也有啊，你就是不一样吗？对，然后我们还会换新衣服啦，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换，就是全部要穿新的睡衣，然后全部要全新这样子，全部都要换全新的。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对呀，不是这样吗？对啊，然后我家里还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我们女生就是晚上的时候要穿那个红色内衣。红色内衣就是我们就是说比较吉祥、比较吉利，然后就是红讨喜，对，然后还也有守岁什么的，我们那边都有红色内衣，对，会不会好笑？不是想要生子，所以穿红色的。那是人家赌博的时候才要穿红色的。就感觉好像新的一年会就是很吉利。对，长红这样。对，说真的啦，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在北部地区，好像感觉过年的气氛没有。其实，在乡下还是台湾乡下还是还那东多过年的气氛还是东。客庄啊，客家庄啊，或者是也讲他南部的，他传统的地方。北部的人可能就是回
回到家乡去过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台北冷清清啊。今夜台北冷清清，是这样子的感觉。对啊，但其实南部还有，但是呢，说真的，因为我过年的时候也有时候会去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那边表演。他们那边华人地区真的他的过年的气氛。真的很热闹，比我们台湾还注重。我们连广告也会特别设计，就是为了过年，我们的政府什么都会出来，什么恭喜发财这样。这个对，好可爱哦。对，还有注重这一方面。对啊，他说，我碰到新加坡的朋友啊，他们说，你们台湾的走比较快啊，就这意思是说我们走比较。就没有那么传统，没有那么传统的年味了，对啊，然后年味比较没有，其实还是有啦，只是说，你这样比较起来以后，发现新马地区的过年的气氛不会输台湾呢，很强，他们吃都是您被铺汉某了。真的比较没有。北部如果过年的时候，就好像疫情那个时候，路上都没有车，没有人，不然就要去百货公司才能看到贴个纸。蛮好玩的。后告。是，好来，从头来唐先生讲评。指头一下。好，这首歌哈非常的新潮。我猜天台地不都是苏糖多了主唱演唱的啦哈。但是因为冇大师冇嘛哈，因为唐某嘛是佢唱嘛嘅歌詞，因為後生人寫嘅歌嘅啊哈，有個班人嘅嘛哈，當多嘅班人嘅歌，所以呢，尤其係牛詩嘅部分啊哈，唱佢唱是啊戀，你也唱失戀，佢唱思念，哈，所以我第二點我是說到底係思戀呀思念咁樣啊，會感覺有點誤差咁樣啊，不過佢唱得不錯，有個 power，也有年節的氣氛咁樣，真好。希望呢多帶動一啲後生人來參與呢種嘅活動咁樣，真好哈。係啊，咁呢套也講出來真重要。當然，一開始講比賽法欣賞就會雞蛋裡挑骨頭，但是呢，現在是表演沒有關係，你只要把那個氣氛唱出來，感動衝出來，有那種感覺就好呀，對吧？哎呀，好，謝謝你，感謝美麗的美玲，可以再休息一下。好了，撒下來，跨街喺擂台出嘅陳明橋帶來奈何。哦，條歌好聽。奈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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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何。
要边讲啊，有啊，冲得要紧就紧好。哎呀，什么什么？哇，你终于到這個是比都要來到睇嘅舞台嘅時節，就睇擺表演嘅時節係11歲，11歲，超，呀，夠有10年了嗎？差唔多，也係21歲，10年有成，真的就是慢慢磨練出來。那這當中你看他發展得也不錯，也有出唱片，沒主持人，超，哎呀，真厲害呢，就三芒大兵啊！哦，對啊，很有上啊！客家人呢，跟人認真大兵的精神。佢根本獻了跳歌的有一個故事。哎呦，佢講佢金錢衝了跳歌的時間，係啊，比賽時間有什麼？嗰係差唔多9年前。嗰陣時我就衝奈何，嗰陣時我衝奈何嘅時間，因為亞述歌曲係18模去改嘅歌曲。嗰陣時，那我一隻主持人就問我講：你對亞述歌曲有乜個特別嘅感覺冇？我想一下就安尼，沒有。那時候因為嗰陣時我張社紅5年生，對18模真的是沒有任何感覺，因為沒有被摸過，就沒感覺。只有爸爸摸摸頭而已，對，只有摸摸頭，他媽咪都那邊這樣子。不過亞哈假使講有亞張問題，你嘅回答咩係？好，有嗎？冇強用嗎？想一下，喊你愛想一下。你見每現出兩條奈何啊，18模嘅歌詞呢？咁有特別感情也係故事，弟弟不會讀。好害羞。很懂其他哦。羅哥最喜歡這種。沒有。你是為了塞這個梗嗎？你是怎樣？你是麻木了？沒有，其實啊，你被摸了還沒感覺？冇，因為狀態以後雖然從亞述歌曲出係，會感受到哦，原來第八度嘅歌詞係按鈕下，唔過就還是會覺得有點太過頭了。過頭？對，就對我來說，對我來說，就是有點太過頭，可以回來一點點。你也蠻常曬恩愛的，會很過頭嗎？對啦，但我們就也是摸摸頭、牽牽手，對啊，差不多。不是以前這個歌詞真的是很直接，很直白的。客家傳統的歌曲都懂出腳，出腳的哈，你在講感情的時節，請出腳，沒有含蓄。尤其這首歌是當初我聽到那個謝宇威老師，他重新把它編曲改編以後，哎呦。哇，那個真的是賦予另外一種不同的生命呢。正經呢，因為傳統歌的新編正經有青島青厲害嘅推表哈。對呀，那就是他幫他穿另外一套衣服以後，穿好完全不一樣。對，穿好再摸，好像看起來更漂亮這樣。是啊，就以前摸到的是村姑，哇，後來摸到的是那個哇有氣質的美女就不一樣。自己都氣質高尚了起來。真的。對呀，那哦。你為了塞這個梗，所以你現在還是沒有什麼感覺。你現在就唱的這首歌沒感覺。我知道，就是會跟以前唱法會有一些不一樣，因為以前我唱歌就單純靠喊，就會奈何。有來聲也甜分，也有一些技巧在裡面。現在會比較收一點點，這樣就唱起來冇強用。內斂式唱法，對，有情感了，冇強用。厲害，來，高速啊，還有你高速風俗欣賞，風俗欣賞可以外放又可以內斂的，哦，來彈嘅。你個門口寫阿妹哈，係很強哦，細看佢唱到太啊，哈，韓國根本佢唱了18模改編的哈，實在講，宇威老師啊，然後佢改到了音樂當優雅，係咪當中醫台？優雅，真的，係當優雅哈。韓國呢？
因為根本嘅咧夢橋吼，由老佢內第八度嘅心思，由老佢顯出來。頭先佢講嘅啊，佢頭擺創嘅時節是七顯吼，你下佢係用想嘅，想到心肝度。奈何啊，樣嘢顯出來，啊，知道佢唱到啲每套唱千好啊，嗬。什麼先生？韓國我建議哦，而家大人嘅位數嗬，做得看用練呢，也係上升半期，大人嘅時節要不較靜較穩，係按樣嘢。好，什麼先生？係繼續為你客家加油。好，什麼先生？咁我個大人較嘻嘻啊，錯，因為係上西多睇嘅問題啦。問題啊，對，我用兄弟啦。用想象力，氣把成氣成丹田，輕量練啦，起下去你就衝得出來。好，係啊，每一磨乾啊，磨到佢就會。好，磨到應該高音比較好。去幹嘛？啊，高音比較好啦，謝謝，謝謝大家，謝謝。好來殺下來，殺了不得了嘞！哎呀，即興的呢？哎呦，即興下詞。即興，嘿，真係假的？正經我搶人哋嘅評審欣賞來出題誒，佢真懂厲害呢，我懂厲害哦，馬上出題，我第三次沒有時間想一下就會衝誒。那有辦法？哎呦，真難講哦。除了劉三妹，除了車啟國先生，除了曾民族先生，除了王鳳祖先生，可能有一種能力以外。我搶佢出來，你看做的嘛哈？人哋分享人哋，然後一出去吳義珍，義珍姐，你看做的嘛？我個好，其他好，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對他沒有什麼信心。沒有信心是不是？你對自己有信心嗎？義珍姐？有呢，有哦。上身沒有辦法想出來。所以咧主題，我要參加田傳儀嘅歌詞比賽呢。田傳儀有個沒有即興創作嘅比賽。哦，真的。有哦，老將啊，沙場老將。做得哈，做得，冇問題啦。懂厲害，還要押韻呢。係啊，押韻哦。係啊，係啊，我很欣賞出題哦。好，來，我搶你嘅起個欣賞。好的。好，也因為係疫情一個期間嘛，所以我就請吳小姐用平板創出有關於防疫嘅觀念，一個歌詞來，好嘛？防疫觀念，防疫哦。好，嚟唱一下來哈。係。我太假了，我嚟強啊來啊寫啊書哦。等下嚟唱下你就啲啦。太厲害！好，來，彈歌啦。彈歌啦。好友真啊！假如我唱到誒，係啊，我唱到唔唱，是啦。係啊，真啊！真啊！真啊！你唱來哦，我都唔講霸氣啦。好了。心肝拼。
呦，真的！哎呦，唔上口啊！你做的嘛？很厉害啊！青州的，三次没有时间想出来。哎呦，哎呦，哎呦，有参加过嘅比赛冇？哎呦，厉害啊！所以因为啲安尼闹嘢擂台比赛有主题，係我啲訓練出我寫歌詞。有練習就錯咧。特別就有主題，所以做演練，有呢啦，嗰個。全部做好了。問題嘅時候，有呢，有，係啊，馬上我有安尼，有那種 sense，真係看題目出來，人咪就會想到。係啊，我流行歌曲嚟寫歌詞，可能就要寫改，可能要動久嘅時間。也是馬上30秒嘅時間。可能熬到嘅韻腳誒。因為去年田川一家我有參加歌詞嘅比賽。田川唔係停辦嘅嘛？歌詞嘅比賽就做委託我嘅歌詞誒。還有比賽叫評分，我冇上台頒獎，疫情嘅關係。OK，有得名冇？有得名有得到佳作啦。佳作，真厲害咧！有聽先生講誒，有200人睇呢作品，先10組天啦，10組啊！捱到前3名以後全部佳作。然後叫佢講200人佳作，冇按好啦，做動正公所判的呀，冇按到獎金啦。係啊，鼓勵的性質，鼓勵啊，鼓勵大家來傳承安尼客家文化。哎呀，真的厲害，作詞啊，有。對啊，馬上是成了疫情咧，都就你講咧，係啊，全部下出來，哇，下百幾，衝出來，很厲害，百幾真的，哇，也真的。聽過先生喲。哦，做得嘛呀。好。最主要嚟講，寫下歌詞一定要有押韻嘛。一般嚟講，有你要押到你唔可以查，但是你因為臨時我嚟創業嘅，留到咬字部分，可能就會有多少位，佢冇按做得按樣。基本嚟講，一歌詞其他嘅按樣上嘅歌詞也上嚟相當好，最主要佢有你要押到也冇問題。就可能。歌詞因為你上歌詞嘛，要愛有押韻的話，可能愛有呢，做到當獎就唔敢講嘛，可能就愛多練幾擺以後，哎呀歌就會唱來好。但是佢基本臨時有辦法唱出下歌詞來，所以相當好嘅哈。對，馬上全部說出來。三個就係我。對，以後同改名，係啊，我都53妹。53妹。係啊。做得嘛？做得，亂講未做得，亂講都做得。羅哥講嘅全部做得，羅哥講嘅全部係錯嘅。好了。感謝，謝，多謝。太厲害了，冇簡單呢。對呀，馬上啊，30秒30秒就上到百幾，還有押韻呢。對。唔過喊一位咩歌數啊？你推出嘅兩位。也位可能，我對佢還有信心。還有信心。嘿。李文芬，李文芬先生，歡迎。還有尖叫聲有冇？粉絲在哪裡？係啊，哎呦，所以信心啊，真的那所以就表示吳宇真沒什麼人緣就對了，對啊，對你開始新型的演員，就是因為應該給他這個學無止境，年紀按他，然後念到博士，還去念碩士班，對呀，所以這個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有關係嘅智慧啊，要嘛改清楚。是，對，有研究嘅應該較冇問題。冇問題啊，你哋唱民族欣賞。好啦，出題啊！哎呦，阿文芬哥啊，要唱按到咁嘅經驗咧，嗬，嚟攞成個比唱啊，嗬，嚟看讓別人來播了，然後你打擂台，然後你兩位主持。哎呦，主持人哦，播演李亮啥嗎？哎呀，我趕來呀！好衝過啊，文芬先生。你是去台灣戲曲學院？係啊，你有去學身段的，是不是？我人喺度本來就係戲曲世家。本來就會嚟啦。做戲本來就信手拈來。哎呦，這個歌詞應該比較簡單，因為當安尼參賽朋友，他個這個要作詞，我有下到。老安你嘅擂台啊，老安你用三關。可能我有哦，來，彈寬啊，有到想法咧，有想法啊，好，來30秒時間給你想一下。好。
打擂台，数十个难，节目了。主持人啊，嘅功劳多难。拱手神气，有情钱呐，太假了，看到啊，手手好好呐。嘅招牌，螺絲風威風了，玲珑啊，18棟苏轼了，一听啊，外冲锋我唐豆文分欣赏创你的招牌。哎呀，係特別加強，當然招牌。係啊，羅斯鳳啊，因為呢個特質作出圈嘅演講，鬧嘢打呢度，佢冇一點啲哦。演講羅斯鳳主持嘅該唱歌比賽。哦，點到幾多？所以啊，大家顛倒下，畫上等號都哦。但是唔緊要，我唱到誒。係啊，我唐豆唔唱。是啦，係啊，知啦，我唱，我唱到去知咧，知啦，係，知啦，知啦，你唱嚟哦，以後都唔講吧，知啦，後來知啦，臭年代，哦，知啦，揀嘅嘢，知啦，哦，節目嘅點樣重複？啲後輩人，揀嘢咩？係後來將來嘅，哎，我厲害，有咩厲害？厲害啊！馬上30秒我就想出來，因為頭先就講到，鬧嘅大陸一套道理啊，18年咧，18棟，
从头到尾18年，我冇本應問題，我喊出嚟呢。對啊，因為你而存在啊，是嗎？是這樣子嗎？懂演啊！哎呦，是啊是，我也感謝客家。我打了一套幼音，冇做唔到，我真的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有這個一個平台，讓我好好的訓練。對啊，我說學逗唱，就是我也是從以前當然主持過很多節目，但是那個主持就是屬於比較配角，就是比較不是主咖啦，不是主咖，就是擔任旁邊站着，可能就是以前就是本業是歌手，衝國的嘛，但是他某項都可以主持。你賣感冒藥沒有？還沒有中央賣藥的，賣藥的沒有啦。對，但是客家電視台成立，讓我來擔任這個節目的主持人以後，那時候我就在想，我既然要開始深耕。這個節目那時候有使命感嘛，我就想說，我雖然以前好像對這方面比較看猛按深入用心去做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後來既然結了，我就是想說是什麼我就做什麼，做什麼我就盡量像什麼，這樣子，做乜嘅搶乜嘅，搶乜嘅，因為沒有想到，就讓我訓練了。撒類歐北軟工這樣，對呀，就是訓練成皇帝這樣，附帶的，動身期啊，所以主持。其實主持你要揀時間，因為佢個時做得用嘅冇幾多，尤其有個押韻嘅時啊，其實冇幾多，所以當到會表態嘅個時客家詞就寫唔出咯。比如我上嚟講幽默風趣啊，談笑風生啊，快咧。客家詞就當然按表達。可能你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佢，某一隻詞都得講，需要一句話來形容。尤其你要集資創作啊，真的太厲害了。這個集資創作我們要請。那個整年就出題目嘅欣賞啦。好，阮非常好，本身係會錄音嘛，哈，所以因為奧斯嘅素材哈，因為節目，哈，係節目咩節目？咩節目？哈，係小河河，哈，咁樣落嘅數詩歌，讓有押韻嘛，哈，唔係講小河河，哦，嘅河是講下去咯，好，所以講難得寫到按好嘅歌詞，表示你有按嘅文采也不錯。是講樂師方面要加強啲啦，嚇。可能一方面呢，可能平常有咁嘅做戲嘅關係啊，嚇，要有阿處嘅咁嘅戲，嚇，走出來啦，嚇係。真是要做小神有小神嘅樣相咁樣，嚇。我哋有個斯文香，嚇，但是你太鹹啦，係嘛？嚇，真係當太鹹啊，嚇，要鄉土味，真好，好，加油，好，先生，加油，好，謝謝你，按讚，太厲害了，謝謝。好嘞，殺下來，來到親民一族嘅 PK 咧，不插電 PK，你係鬧熱吹嘅，你係十位先生，十位先生帶來後堂嘅歌曲，好嘞，彈過啦。一條樹徑，三馬三叉三，一定係會運動嘛。我在健身房，對，泰嘎路堂什麼，譬如說Billie Eilish 啊，電音啊，我在彈瓜子。一盤瓜子三馬三十數，樹根包來樹中藏，相送怒情歌，相送怒情歌，色多瓜。思想多用啦，思想愛呀，對槍呀，
儿强呀的哟，舌头瓜子胸都用啊的哟。书记三马三叉三，双手扶用下牡丹，牡丹收得好，芙蓉收得美。一心想来送亲故啊，思乡妹呀，儿强呀，儿强呀，的哟，一心想来送亲故啊，的哟。天公啊，落水哟，天公啊，落水哟，天公啊，落水哟。还没去咖啡啦，自己背啊，自己背啊，我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因为家下吼子豪啊，其实天公落水，这天公落水是临时加的，我要让他示范一下，然后呛形上来看，安尼歌曲讲起来又不插电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错，我是两首歌曲夹强下，哦，好听诶，来第一摆吼。吉他们替摆出现力量，哎呦，这把吉他，不敢凶动啊，跳摆这个时间，第舞台还不会躺冲过，真的，民歌餐厅的两时间，这个时间，懂些哦。不是，这位老师真的也厉害，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样样精通，真的太有才华了。谢谢。正经是梦的，在舞台本来当到表现的机会啦。啊，是吗？你自己本身其实其他的平台也是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啊，厉害嘞，他粉丝很多的。不过倒转来还呢，DLV 本当到以前某人生爱客家朋友喊他讲人生啊，真的哈，真的。古时候给你接触了挑战的时间，哇，其实压力有点大，因为太多安慰冲，来的旁边，然后说哦，其实很享受。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与众不同，对不对？真嘅，从服装着手，对，好是，新的一年我哋本太家来看咱的节目，见红粉红有新的感觉。對。唔講係啲偷了書歌曲嘅時間咩上當道啊，因為當道歌其實當好聽，啲啲係沒有當當人改變按你傳統嘅客家歌。對，我吃到了書歌曲按你唱。應該一做的。吃到心好糖哦。好，還有你嘅上線衝嘅那種韻味。可能因為自己彈吉他。對啊，你現在，而且你現在唱歌那個音色，很奇怪，就變得很厚。能夠讓羅哥稱讚我，其實很開心。真的，你以前唱歌的方式就比較往鼻頭，現在是整個寬的、厚的。對啊，我自己冇發現，我來這邊我接看重播的時間，我知道，然後嗓冇強樣嘅，係吼，落咧啊，落咧聲音就會下來。可是我的 key 沒有以前低耶，我以前高。奇怪哈，應該落咧更通了，對，更通順。現在是怎樣？看診要把個麥，望聞問切一下。其實我是洗麥。有的人會這種就是逆成長，對，逆成長，真嘅，逆成長。真的，哲偉哥在比狗就。反而越年紀越大，他就那個呈現出來的那個可能不一樣。對啊，真嘅冇強。
重要。真的。其实我哋练那首歌曲是一动神经的嘛，因为我一直弹，唱那种歌曲其实一直弦一直弹，一定係會運動嘛。我在健身房，泰嘎都彈什麼？譬如說Billie Eilish 啊，電音啊，我在彈瓜子音，懂音真的。台上，我朋友喺旁邊講，我要上課嘛，我在那邊講，對，然後他衝出來就彈，我衝出來給旁邊，然後他就講，這個歌，我講中嘛。你最近阿 B 动态，有没有同那种狗狗？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可是人家因為安尼，其實是要講，呢首歌曲來唱，人用慢唱，來出第上個禮拜啊，6樣前啊就6筆糖。他說：你那首歌很給你糖，我給你糖的哦，嘿哦，他就開始對客家歌有興趣，真的覺得很好。对啊，但是他还是觉得我很怪。那应该不是歌的关系，是你真的怪。那至少要让另外一个人有接触到、听到好听的客家歌。就是说客家歌做嚟唱，其實當神奇啦。你會給他印象一聽係什麼嘢安江西，大部分的天空啊、老師呀，一定是還有客家本色，就大概這3首，他們還有印象。對對對，好來重頭的王鳳珠老師，鳳珠欣賞哦，平常都是你在上面，真的好緊張，評審很緊張。這位欣賞吼，唱嘅吼。當吃油吃菜，其實呢首瓜子園吼，係愛學客家歌小調，體育書會唱嘅。因為嗰兩時愛學落山歌、山歌字平板吼，搞唔清楚乜個平板山歌字。體育書學會就呢瓜子園，冇想到吼，今日一堂這位先生唱嘅吼，冇同樣嘅風格，唱到按吃油吃菜吼，食材當享受呢。什麼？我當希望吼，你這位先生做得樣板了，樣板帶動青島嘅後生人來唱無窮樣嘅客家歌，對對對，樣做得源源傳承下去。因為呢樣人嘅風格，我知道後生人彈起來一天當中意彈，樣來帶動你嘅客家歌唱，然後傳承語言嘅樣人。嘿，安尼怎會改變啦？講真咧，迄假使講吼，固步自封哦，一定客家歌做喺神態跳，哦，做喺安尼嘅型，哦，做唔得改變喲，哎，講真舊嘅後生人慢慢會模仿。係啊，而家重新改編以後，後生人會哎呦。Q 風無 Q 用 Q 這個改變都按後堂，還有氣質，按優雅。你們是後生，你們慢慢接受。所以講吼，希望那時那個吼，你嘅這位先生做得多，你嘅鄉間啊，知道你嘅莊頭來教大家來唱一樣嘅無窮樣嘅歌曲，來帶動一下。好，好，多謝，真的。鼓手嘅欣賞要吃到按樣嘅改變清河湯。我當感通呢，因為本傳我當時嚟唱傳統組嘅歌曲啊，我本先生我腦洞係受當感通，我要改變下那多嘅歌曲，我做唱嚟嚟比賽，係要比賽嘛，我做你係咪做啲本大家做翻本？慢慢的，先吸引了啲後生人來彈，就繼續傳承下去。走，好了，什麼啦？什麼大家？謝謝這位老師，阿伯啊，唱後台。唱下來介紹下伊做嘢對數啦。哎呦，你講兩沙江西妹呢？你姊妹係嘛？應該係哦。哎呦，擂台吹嘅林采莉，還有林權飛帶來後台嘅歌曲哦。對你一個，好緊張，來。當
两姊妹，看了做都係咧客家希望個，係啊，係啊，我一傳統嘅東西，從頭到尾客家咪，兩姊妹嘅腔下出嚟咪真難得。香港還有人可以嘅三姊妹嘅錯嘛？係，係三姊妹。全部都有啲學嘅創業嘛？頭擺有啦，頭擺喺三沙腔下學唱歌。然後樂器嘅部嘅樂器就係藝樓妹妹，佢有到學聽聽。聽嘢就冇，佢就唱歌嘅。哎呀，係卡。幾千歲？一大千歲。千歲係小妹妹，對。千歲冇唱，做大啲。佢咩會唱啊？佢咩會唱嗬？有唱，佢間有冇唱？他也想欣賞一下。打鼓就好咧。唱一下，幫喺度彈一下，驚啦。唱一支嘢嚟彈看啊！對，來，我哋曲嚟。榮幸呢，是你的榮幸。對啊。你這打根吧，小二。好嘞，哎，真的很不容易。係冇簡單啊，幾撲嘅。兩位妹講講一天簡傳也沒有比過呢？沒有比過。有。啊，得到什麼名次啊？之前係人家講，田傳有比賽，人家就做乜冇去比。後來。
三傻乡下报名，三姊妹乡下去比赛。今年第一摆去101年，三傻乡下去，结果今年我第一名，第一名。第二名，有送报纸。好，真的啊？阿基咧？阿基冇呀？本期去甲讲好了。你讲哈？你会讲话吧？有，他刚有发声。唔記得歌詞。歌詞唔記得，佢就做唔得。因為嗰時去比吼，佢頭擺係唱流行，流行歌嘅，他寫時係唱流行歌嘅。佢就想講，姐姐愛去嘅藝冇去聽。聽你。係，結果佢嗰年準備28集時就一首歌詞，結果決賽入圍誒，入圍進入決賽。我唱2首。56集時。冇夾曬啦。你都怎麼辦？我不會，專業哦，硬配硬我一首歌詞，結果第一首唱動後，第二首幾集唔記得。高大宋，這個故事好像聽過呢。對，梁賢賢沒有。梁賢賢呢？要不然1、2、3名搞不好你們家包辦。可能有機會啦。可能如果佢係唱係好嘅話，可能佢就第一名誒。哎呦，真的啊！真的哦，只有配數嘅話，他比我還有台源，評審他喜歡佢，佢是含動色、國手，3、4年是含動的影響，他甲同學彈佢唱山歌，如果你今年就唔記得歌詞，佢喺表演唱同學，喺比賽就會唔記得歌詞。哎，奇怪。有條研究辦用誒，表演然後比賽公司採訪咩冇共用啦，個心情冇共用。對，那個心境不一樣。剛剛比賽哦。就會見咗哦，表演吧。佢填創意，佢叫擺3、4擺吧，應該大擺就唔記得歌詞。那現在沒有比賽，你再唱一下。你有壓力，衝一下。來有。你感冒？突然感冒是不是？剛剛30秒突然感冒。用試啊，對啊，好啦，那既然都這麼堅持啊，對啊，那韓一拜有幾位再過來，來那位我要唱給他欣賞啊！哇，這個是他的啟蒙老師。對，好，在你7歲聽嘅學生歌，係當時也給權威啊，佢當3、4歲聽你，結果都聽得起啊，你係咩聽得來？結果我係在你學打鼓，佢強去打鼓，妹唱電打，因為佢現在嗬還跳床徛唔到，佢就看到佢眼框框一成次，特別家知道打，佢都再走來同我講，老師姐姐唔係愛打，但佢打鼓嘅唔係用錯嘅，佢起點來打嘟嘟，打唔到，因為唱細啊，人唱細，嚇。所以，但是佢唱詩，佢都有嗰種安尼節奏感都出嚟。有，當時我苗栗有個跳舞啦，苗栗啦，嚇，有上課，兩姊妹就停下去，伊咧愛學，伊咧打鼓嘅，嚇。所以到後面，在你拿到一個小演觸動嘅小演組幹員，我就記得清記得，佢我到後邊愛學呢，佢哋都唔記得歌詞，其實哦。假如幫佢上咩簽號，就也請佢上嘅簽號，但是呢，佢較冇出來唱，所以佢比賽時間就較吃虧啦。多唱嘅人就經驗多，少唱嘅人就當然經驗就少嘅，所以1擺2擺落去對自己冇心情。其實權威啊，廿上唔可以輸廿字，好好唱，也聽嘢。其實上咩簽號，但是因為佢較冇教樂器落去，就較冇停嚟去一個教室上課。佢兩下停嚟苗栗走跳啊，甚至走到竹東來，喺人打鼓全部都要。所以一下迄講有真係有興趣，我們繼續再嚟教，加油！陳夢先生，加油！所以唔用咧，真係講真係，安尼後生朋友同好嘅模範啊！因為講真，電視機中的觀眾朋友，細啊，聽到阿婆，你話看電視看到人大人，哎呦，哇，唱聲也安開嘞，他們會，對啊，也會覺得會有那個吸引力，你們會有那個影響力哦，真的哦，這是真的哦，好不好？好。
好，加油！客家文化传承就靠你们。好，加油！谢谢。好，那请回座休息了。感谢两位哦，谢谢，非常好的表现，谢谢。然后呢？谢谢，嗨，顾我们在专业啊。各位先不用等啊，先不用等，好。你还会输太久嘞。我都帮我扣。做的，等他那个播个名次的时间，做的扣一下。哎，观众的时间来了。好来。事关3万元呐。哦。你还会抢？你的评审欣赏卡牌先抢，掐起过欣赏。人也吹得到1分，真民主欣赏。擂台吹得到1分，杀落去，哎呦，重点来了，风主欣赏。都大不骂啥嘞？风主欣赏，加，我不骂啥。哇，两吹。罗哥，然后冲狗就好了啦。鼓手你是不行的，是这表示就是票数评分奖金。那奖金3万块钱，评分一队有分到15000元，恭喜！哎，挺诚意啦。开几家都有穿钱，嘿冇？真的，过年时间，他个拿到要红包没好啦，嘿啊！恭喜大家！还有过年时间哈，还有请到那客家界的精英们啊，这些好棒的歌手们来现场演唱，谢谢你们哦！什么太谢谢安迪 C， 嘿啊，好，小心，天公你过年过到。年20岁啊！天公一年传一过后以后啊，他看认真打兵对不对啊？叫打天发哈，报名了，冲过啊哈！系啊！天发人966667人6人传真，天发人117778 1 3 1，等大家打天发来。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3位辛苦的评审市长，谢谢，辛苦嘞，天传你快乐！谢谢，两圈好朋友。太精彩，太棒了！敬业的，还有场还漏一批的都很乖。什么小跳老师，还有乐队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们，年快乐！什么烟囱的观众也辛苦嘞！马里曼梦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穷下来，再见，拜拜。